地那不勒斯垃圾問題持續，咁除咗旅遊業受到影響之外咧，垃圾更加污染泥土，影響牲畜嘅健康，令到名產水牛芝士嘅銷量大跌。咁當局被批評處理不當，任由犯罪組織控制垃圾場。陳家珍報導。那不勒斯垃圾問題，除咗影響當地衛生同旅遊業，用嚟整意大利薄餅同沙律嘅水牛芝士亦都受牽連。芝士用水牛牛奶加工而成，為當地行銷全球嘅名產。但係近來大量水牛被發現染上布魯氏桿菌病，經水牛奶傳俾人之後會發燒發熱。當局已經決定嚟緊2個月屠宰3至6萬隻受感染水牛。佢哋相信垃圾堆之中嘅毒素滲入泥土，令畜牧受感染。當局已經採取措施，避免水牛奶產品流出市面。農場話芝士銷量已經急跌40%，餐廳食客都食少咗新鮮水牛芝士。唔止動物，當地居民健康亦都長期受威脅。數據顯示，住喺垃圾堆同焚化爐附近嘅人患肝癌嘅機會可以比常人高30%。問題一直得唔到妥善解決，部分原因係嚟自喺當地肆虐嘅犯罪組織卡莫拉。薩維亞諾曾經寫書揭發卡莫拉惡行，話佢哋以低成本喺那不勒斯胡亂設置非法垃圾場，佢哋仲會再喺富裕嘅北部地區運嚟大量廉價工業廢物，估計一年賺取超過10億歐元，又蓄意破壞政府嘅垃圾處理設施，搶走正當垃圾商嘅生意。而當地負責廢物處理嘅官員都俾佢哋收買，令佢哋肆意橫行。本書暢銷全球47個國家，但係薩維亞諾就成為個組織頭號暗殺目標，要由警方24小時保護。當局話已經開始採取執法行動，拘捕不法分子，又會趕喺復活節之前解決事件，振興當地旅遊業。有線電視記者陳家珍報導。俄羅斯